Hello，大家好啊！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由兩大影帝主演嘅二戰歷史改編電影《紐倫堡大審判》嘅。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溝咋？咁其實咧呢套《紐倫堡大審判》呢，我喺首日咧已經去咗睇噶啦。因為咧呢啲二戰歷史電影咧都算係其中一個我最中意嘅題材嚟嘅。不過年尾咧就比較忙啊，所以咧依家先出片咧同大家分享下嘅。咁故事咧就講述二戰納粹德國投降之後啦，喺紐倫堡舉行嘅戰後審判嘅。故事就主要透過精神科醫生 Dr. Kelly 嘅視角作為切入點啦，咁一步步去重現翻紐倫堡審判嘅計劃啦同埋組成嘅，以及用主角嘅視點咧去剖析翻曾經係納粹第二把交椅 Hermann Göring 戈林嘅取態啦同埋心理博弈嘅。咁除咗個題材之外咧，呢套電影其中一個吸引我嘅重點就梗係有羅素高爾同埋 Rami Malek 做主演啦，咁都的而且確嘅。套戲入面一啲比較有氣氛啦，同埋劇情張力嘅場面呢，多數都係由呢兩個角色嘅演繹咧產生出嚟嘅。特別係羅素高爾飾演嘅戈林啊，喺談吐之間演出嘅嗰種鬆容同埋治癒，加上羅素高爾喺肥咗轉型之後呢，佢嘅演員氣場係再強咗嘅，完美演繹緊一個有個人魅力嘅領導者呢，係幾有征服性嘅。對於佢作為領導成個納粹被告團嘅人物嚟講啦，係非常具有說服力嘅。特別係佢依家呢個身形咧，都幾似晚期嘅戈林嘅。而今次最多戲份呢，就係由 Rami Malek 飾演嘅主角啦 Dr. Kelly。咁相較之下呢，我覺得 Rami Malek 喺呢套戲嘅個人演繹風格咧係偏重嘅。喺套戲入面啦，俾我嘅感覺咧，佢都仲係 Rami Malek 咯，而唔係 Dr. Kelly 呢個人物咯。所以佢每次同羅素高爾做對手戲嘅時候呢，我覺得都有啲被比下去咁嘅感覺嘅。咁之後呢，仲有唔少戲份啦，飾演呢個美國檢察官嘅 Michael Shannon，咁算係呢套戲入邊啦比較穩健嘅角色嚟嘅。咁同埋咧呢度都想提一提呢個飾演隨行翻譯士兵嘅 Leo Woodall 呢個演員啊，佢喺套戲嘅尾段啦有一段交代身世嘅自白嘅。咁呢段自白喺演繹上呢，我覺得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然之後咧就講下呢套戲嘅劇情啦，咁咧就會提到一啲相關嘅真實歷史啦。咁我覺得對比呢套戲嘅卡士嘅話啦，佢嘅劇情方面咧算係比較失望啊。因為我睇呢啲歷史電影咧，除咗係睇演員啦，將以往嘅歷史人物同埋事件演繹出嚟之外咧，更加多嘅咧係想睇導演喺呢啲歷史事件上面嘅一啲睇法，同埋有冇一啲比較引人思考啦嘅情節或者對白嘅，而唔係純粹嘅歷史還原啊。首先，套戲嘅主要篇幅咧，其實放咗喺正式審判之前咧嘅心理研究同埋審判團隊嘅組成啊。套戲亦都有略略交代一啲人物嘅背景啦，例如透過第一兩次主角面對戈林時嘅接觸咧，去交代翻戈林藥物成癮嘅原因嘅。因為戈林本身咧就並唔係咁肥嘅，佢喺一戰嘅時候咧，甚至係空軍嘅王牌機師嚟噶。咁係去到1923年同希特拉搞呢個慕尼黑政變失敗嗰陣時咧，因為佢中槍傷勢嚴重啦，就導致咧佢喺醫療期間咧大量咁樣使用嗎啡啊。咁之後咧先搞到佢止痛藥成癮咧，搞到咁肥嘅啫。咁而喺希特拉咧，亦都係因為呢次政變咧而入獄嘅，亦都正係呢段入獄嘅時間咧，寫咗佢嗰本廣為人知嘅自傳《我的奮鬥》嘅。咁講起我的奮鬥咧，呢度就再講多少少啦。咁喺紐倫堡審判入邊咧，坐戈林隔離嗰條友咧，其實就係幫希特拉完成我的奮鬥嘅嗰條友嚟嘅。咁呢條友咧就叫魯道夫克斯。咁佢同樣係慕尼黑政變之後咧被捕噶。佢就喺服刑期間啦，幫希特拉咧記錄低口述式嘅自傳，完成咗我的奮鬥嘅上半部。咁而喺希特拉出獄之後咧，就完成埋後半部分啦。咁佢喺戰爭初期嘅時候咧，係深得希特拉信任嘅，成為希特拉嘅副手之一，甚至曾經話過咧佢係納粹嘅第3把交椅嚟嘅。不過最奇怪就係咧，喺納粹仲佔緊上風嘅1941年咧，佢突然一條友揸飛機咧就飛去呢個蘇格蘭嘅，仲要俾英國扣留埋嘅，咁啊一直去到呢個紐倫堡審判為止啊。咁而呢件事咧，希特拉都好明顯係唔知情嘅，所以咧就對內宣稱咧話克斯咧係有精神嘅問題啦，被英國特務去誘騙嘅。咁而英國之後咧，亦都冇公開過克斯扣留期間嘅一啲檔案啦。咁所以直到呢家為止咧，呢件事咧都仍然係二戰咧其中一個最大嘅謎團嚟嘅。咁跟住我哋再講翻套戲啦。咁喺電影入面咧就有還原到一啲歷史性嘅場面嘅。例如戈林咧想透過認罪嘅時候咧去作出一啲聲明嘅部分啦，咁電影咧同現實係一樣嘅，佢都係俾主持咧去阻止打斷佢呢個行為嘅。不過喺現實入邊咧，佢就並唔係用英語咧去作出一啲聲明嘅。
咁講起語言咧，又再補充多少少啦。因為紐倫堡審判咧，其實都算係初期咁大規模啦，咁應用呢個同聲傳譯嘅場地嚟噶。因為作為多國參與一個審判咧，翻譯啦都成為一個難題同埋要點嚟噶。咁以前嗰啲國際會議咧，通常都係用比較傳統嘅交替傳譯啦，即係講白啲咧就係講一句停一句咁樣嘅。如果用呢種方式去處理幾個國家嘅翻譯咧，就會令到個審訊時間咧係極長啊。咁所以咧，為咗應對幾個國家唔同嘅語言嘅即時翻譯咧，係每種語言都有相對應嘅翻譯人員啦，同埋耳機配備嘅，亦都配備埋呢個燈控警示啊。喺口述過快嘅時候咧，可以亮燈提一提示等等啦，令到唔同語言嘅控方被告咧都可以即時收聽一啲對應語言嘅翻譯嘅。咁亦都成為後嚟國際會議嘅翻譯方式基礎之一嚟嘅。然後套戲當中咧，亦都會還原翻啲喺審判時候播放嘅第一手集中營嘅紀錄片啦。咁而呢堆紀錄片咧，亦都係成為審判入邊強而有力嘅證據啦，同埋一個轉捩點嚟嘅。同埋電影喺審判入邊咧，其實都有提及到嘅，納粹人對猶太人嘅屠殺咧，就並唔係純粹出於呢個戰爭層面嘅，而係一早咧已經策劃部署嘅種族滅絕嚟嘅。而當中比較明顯嘅證據咧，就係喺納粹管治期間通過嘅紐倫堡法案啦。咁套戲咧雖然就有提到啦，但係就冇加以著墨嘅。咁所以呢度就再補充一下啦。咁紐倫堡法案呢，係納粹喺1935年頒布嘅一系列有系統性嘅反猶太法律嚟嘅。咁法案啦就第一次用血統咧嚟定義邊啲係猶太人啊，亦都好詳細咁列明啦點為之係猶太人啦，點為之係混血兒嘅。即係例如你嘅宗親咧，只要有一半血統咧係猶太人咧，咁你咧都會被列入猶太人之一噶啦。咁而呢條法例咧，亦都將德國人口喺法律上啦劃分為兩個階級嘅，一種咧就係有完整政治權嘅帝國公民啦，可以投票啊、做公職等等嘅。咁而另一種咧就係冇政治權嘅人民啊，咁啊令到咧猶太人咧就係歸納去冇政治權嗰邊嘅，正式咧喺法律上咧失去呢個政治權利嘅。咁甚至咧禁止猶太人通婚啦，同有德國血統嘅人咧發生性行為等等嘅。咁呢個法案咧就令到猶太人咧喺呢個德國社會上咧係系統性咁樣死亡嘅，亦都成為日後納粹咧執行呢個最終解決方案嘅行政基礎嚟嘅。咁我覺得呢套戲咧係有還原到紐倫堡大審判入邊一啲歷史性嘅重點嘅，但係喺戲劇層面同埋反思上咧，我覺得係唔足夠嘅。佢並冇一啲啦可以令到觀眾更加深究思考嘅部分啦，同埋情節嘅。咁導演咧去到結尾咧，都係只係用翻 Douglas Kelly 嘅結論咧作為總結嘅啫，表達住咧呢堆犯下前所未有規模戰爭罪行嘅納粹軍官咧，其實同普通人咧並冇唔同嘅。只要有足夠嘅野心同埋理想啦，其實每個人咧都有可能成為納粹執行者嘅一部分嘅。咁最後電影咧只係交出一個好普通嘅答案啦。而當中咧令我思考多少少嘅部分咧，就係哥林最後同阿醫生嘅對話。咁主角咧就好憤怒咁樣指責哥林啦，對集中營咧宣稱係唔知情嘅。咁而哥林咧亦都知道紙包唔住火啦，唔再否認嘅。咁之後哥林講嘅嘢咧雖然係難聽啦，但係某程度上咧亦都係事實嘅。成王敗寇，歷史總結咧係會由勝利者編寫嘅。咁而哥林咧只係將自己睇成歷史上其中一個野心家。咁佢用歷史上嘅征服者咧去作為比喻噶。對於戰爭時期做嘅嘢咧，都可以好心安理得咁樣合理化啦。咁而宏觀歷史咧，事實上人類嘅政權更迭咧，的而且確係包含住戰爭同埋屠殺，充滿住血腥殘酷噶。咁而面對住呢一點啦，主角嘅道德反駁咧係顯得勢孤力弱嘅。而最後現實亦都好悲哀咁樣，如哥林所講啦，即使佢戰敗受審都好啦，早已經成為歷史上永久嘅一筆啊。而主角所講嘅有所功名咧，都的確係哥林嘅份量所致嘅。結尾啦，主角嘅結局咧，亦都可以話係成為咗套戲咧嘅一大諷刺嚟嘅。咁最後咧，我會俾呢套紐倫堡大審判咧 B 減嘅。如果係純粹當一套認識紐倫堡審判嘅電影咁去睇咧，咁呢套電影並唔差嘅，特別係有兩大影帝演技加持之下啦，咁只睇演技咧都值得入場嘅。咁但係如果你想睇到更多關於審判背後嘅反思啦，或者心理博弈嘅話咧，套戲咧就真係淨係得咁多嘅啫。以呢個 casting 嚟講咧，我覺得算係幾可惜噶。咁唔知大家有睇咗呢套紐倫堡大審判未呢？咁啊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咁同埋都睇到呢度啦，就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啦。咁如果係中意遊戲電影嘅話呢，就記得訂閱埋啦。咁我每個禮拜呢，都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遊戲或者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嘅。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下條片再見。